用那个智慧镜头，谷歌智慧镜头来处理，取得文字。刚刚有处理图片呢，到底是哪一张呢？它很长呢，上下很长，合并了嘛？那这样怎么处理文字啊？有呢，有办法呢。按文字，然后按全选，真的嘞，按复制文字，会有重复呢。Python 程式嘛，处理大量的图片要取得文字啊，对那个古书啊、直行的直书的文字的内容啊，能够处理那最好了。它有左半、右半。有没有办法接得很好？从哪一行接到哪里？这里哦，从这里开始接啊。这个要看得懂程式嘛，才有办法接啊。哦。比如说这个 I 要去掉 S 点 S 要去掉 O 要去掉，那怎么接呀？哪里找得到 OCR 的 O？不容易耶。